收看因果闪，冷风暴惨。虽然有美丽云彩，可惜日头山落西。但只阵我行搁真自在，良早细想发现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。实实在在，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，甲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金的招牌。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，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，甲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。来，总教头，我甲你讲啦，这个过错也毋是咱挑工的，对不对？莫去遐想遐济啦。好，讲话，干杯！干杯！原来这两位女将是萧大哥聘请的。一心想要接近伊小燕，通好早日结良缘，无记我心愿也难现。空有情丝无法相连，天道风干，秋味实难得。明明是好姻缘，风波叫千万千。无非是原来的心意去改变，如今才会现断，情海难定。你。莫想遐济啦，来啦，这两位女将真将在，也不过可惜啊，可惜。无你是咧搞笑啥物话啊咧？八宝饭内底掺锅啊！掺锅啊！你讲啥拢听无呢？什么意思？我讲恁两个啊，糊涂甲糊糊糊啊！你这讲啥？屈足啉酒过军机啊，这是第一糊涂。啊，那第二咧？战前屈足讨大贵，就是第二糊涂。第三咧？美女醉酒心痴痴，将不胜将，人人欺，这是第三糊涂。你是啥？可惜，话还未讲完，这位美女就醉倒去。无你讲这什么意思？你讲我歹听哦。哦，伊是美女，啊我咧，我嘛美女咧。你小可探听我卖咧，我是顶到有名声，下到有出名，什么人毋知我顶真诶？我是生出古水，有人缘，得人听。今朝我吼，较爱讲话就是安尼啦。可惜，我心意确实无走起来。心欲啊，心欲！枉费天下人拢尊称你是第一大军师，为何到如今，你犹原孤单一个人？屈足啊，屈足！心欲，你免怨叹，为即摆开始，我就替你争一口气。老灰心，
我徛在遮，为即摆开始，你无我的法度啊吼！哎呦，乖乖乖哈，莫烦恼莫烦恼哈。禅师啊，有啥物妙药通医治玉瑶的目睭？这，加在，我真加在，命中已有贵人来，三粒金丹洗三摆，保你3工就笑嗨嗨呀，笑嗨嗨。禅师啊，你这么厉害，3工伊的目睭就会好起来。是啦，安尼啊，禅师讲话真实在，已经若无饱也袂伊袂讲。都对咩，老夫人啊，我的话煞咧甲我拍折。我吼虽然是真有把握，但是这3粒洗眼紫金丹上好吼，就是讲要用的以前先泡烧水，等候软的时阵一半只一半糊。但是要用的以前上好是3粒金丹浸烧水，放伫咱的佛道顶，真清净恭敬，上念大悲咒，效果还阁较好。对啦，我会念啦。好，对啦，我嘛来悼念，互玉瑶的目睭紧好起来。哎呦，阿弥陀佛咯，老夫人啊，安尼上好，安尼上好。恁两个若安尼认真持念大悲咒吼，浸入我这个水，自然会变做大悲水，食还阁较好，还阁较好。来，来人，沈公主来拜访。禅师，我的二弟已经来啊，要无我先失陪。不，阿燕好，我知你的做人吼，真孝敬啦。但是吼，这是安尼啦吼，人吼，人讲人心地内啦，老朋友久无看到吼，较细腻啦。禅师，你放心啦，我感觉二弟情分会用讲是久久长长啦。咱来。义兄好情有缘在，二弟文采随风来，头顶照路上气概。国难风云真无奈呀，真无奈。请坐。义兄为何咧吐大气？来人，酒菜准备好啊。上介好，二弟，今日什么代志拢总免讲，咱兄弟可好畅饮几杯啊？国家大事暂时放一边，咱兄弟今仔日好好啉个爽快。来，请。将军啊！啊你敢是哦，敢是迄个？好多。兄弟，恁两个是毋是有熟悉？哦，是啦，一面之缘，是啦，我甲伊哦，阮两个人，阮两个才一面之缘尔啦。君伟，今日来遮有啥物代志？将军啊，因为阮小妹吼，都人咧无爽快，我来遮要甲你请教一下啊。是啊，赶紧请真大夫去甲看一撮。免啦，阮小妹吼，伊即马人神仙哦，互伊休困一下，都无代志啊啦。对啦，上重要的就是你爱甲员工讲，叫伊唔免烦恼，搁再3工后，玉瑶的目睭就会好起来。到时阵，我赶快就是要请伊做总教头。玉瑶的目睭会当好起来，真好。安尼，我的心内嘛较无挂碍。小妹啊，你看，为了这个代志哦，你逐工安尼面啊角角，目睭安尼戆神。那即马代志哦，拢总解决得好啊吼。若去想啊济啊，我今仔日嘛甲你请教好啊呢。咱来去山顶，来去找安尼啊。安尼唔好啦，若是互因知影，颠倒害因烦恼。哈，烦恼？你都无烦恼？你规工啦，安尼照酒解愁啦，你都唔知咧。人哦，若酒啉落去的时阵哦，就头壳一直想，就想足侪代志的。哟，迄个糊涂仙哦，我有看到伊呢。这个糊涂仙哦，敢若才有身份呢。若无将军大人哪会叫二弟？
你是讲倒一个糊涂仙？知影啊，咱伫客栈对无？伊看咱咧啉烧酒啊，讲骂咱讲咱三大糊涂啊。骂咱糊涂？咱无。小妹，你看你啦，你啊规工吼啉酒啉甲呢吼，你看你啥物你拢袂记哩啊啦。二弟，即马当今的局势，你的看法如何？这嘛，当今朝廷有6位大臣咧控制朝政，这就敢若一台马车有6只马，因绝对无法度共心，明争暗斗，互相战争，天下一定会大乱。儿啊，你是毋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出兵掌握天下？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爱。叫声落雨照风，因的照你是毋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出兵掌握天下？二弟，你莫滚生气，千万不可，千万不可！弟兄，我无咧甲你滚生笑，我是讲正经的。恁小家兄弟这么多，都掌握所有的兵权，会当讲是千军万马，天下无敌。只要你愿意，肯出兵，兵多卜军，相信对你来讲是敢若倒顶咧泥甲。二弟，相公，哦，在家里啊，哎呦，阿燕的，嘿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二弟，今日这是一个机缘，我紧甲你介绍，伊是大国师宝智上师。是啦，是啥物事啦？对啦，沈公主哦，听讲你才高八斗，酒若落后诗句妙，嘴敢若高山啊咧爬练刀，吼。老上师啊，你实在真爱滚耍笑。对啦，我听人讲你已经修成正果，唔惊酒肉传长过，真拄啊好。只有酒，啉一粒酒。哦，啉酒。二弟，无啦，无要紧啦，上师这酒我知啦。少年的你要搁甲我比较人吼？上师这酒无要紧啦，这酒好，香啦。酒是真来情是假，叫我破解才有问题。家在佛祖教我传长过，这袂亲像高山啊酒醉在涂骹白啊，涂骹白。老上师啊，这杯酒是我好意要敬你，要啉就啉，唔啉就煞，无需要讲遐尼侪废话。是的，我煞袂记，啉。上师，你果然有一套。人讲啉酒就爱配菜，来，这有肉包，真香的肉包，请用。这是错的呢，二弟。不要紧，今仔日神师要表演真功夫，互咱看，咱就好好见识一下，这是难得的机会啊！咱就好好看表演。少年呢，今仔日哦，你搁敢若袂输迄落冷水带鸭毛硬尾呢？甲禅师我捧互悬，按算互我摔落来尻川逼做两边。我今仔日若无逼互你看吼，我看你袂放我煞哦。老上师啊，你讲话无需要这尔啊客气啊！你的功夫是万底深坑呢，阮大家拢嘛想要见识一下。哈，唔通，二姐，你唔通为咱老相思。无要紧啊，因阿姨啊，小事啦，肉包啊尔，对唔对？迄狗肉都咧食，那这无妨啦，来，肉包。人讲食肉放生，化土变做金。真是不告诉你，上师，你已经出神入化。啊，搭这落小把戏吼，恁看会介意？
凡事吼，嘛有人看落家己嘛真生气呢。啊，精彩精彩！精彩！师傅，喂，你的神通哦，确实厉害啊！阮大家吼大开眼界啊，钦佩钦佩。哎呀啦，狗有食呢，少年呢，听讲你嘛真够比狗人，对无？禅师话来有玄机，心欲机智费思疑。怀疑兄弟是不义，互相信任才相宜。三宝世界万万变，有的为善做神仙，有的做恶去世界骗，半路地狱伊就万万连。禅师话意真明显，需要风临在眼前。二地一向真体面，今日变化太突然啊，太突然。哈，社府的酒吼，实在有厉害。他拄仔啉一丝丝来啊，即马就咧醉啊。我即马绝对倒来厝里哦，困了3暝3日，歹势吼。禅师即马要来入庙啊，过时啊，卖送卖送，嘿嘿嘿。少年的，无才堂堂一代军师，沦落苦海轮回，心智心智。好好啊，保重吼！阿弥陀佛，大家佛，大家佛，老禅师入庙，嘿嘿。上师傅，卖送卖送，阿弥陀佛，咱大家拢佛，拢佛，拢佛落去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爱分相牵。啥若好才有空，因的招牌。上哥，你敢有发觉，二姐甲以前真无共款，家真放肆。我嘛有这个感觉。以前二姐对出家人拢真尊重，也毋过拄则，敢若像变一个人，伊对老禅师真无尊重。我是感觉讲，这几年来，伊可能有较失志，人郁卒酒若食落去，加减仔会乌白讲话啊。加在老禅师的导演观，若无这声就惨啊！阿妹，人生如梦，拢是空的，凡事也是莫伤计较。阿燕啊，阿燕啊，安尼啊，阿燕啊，老禅师的病确实是真好哦。咱玉瑶吼，本来目睭一直发点，就尖在甲伊喂咧，啊，即马拢无安尼。老禅师药啊，确实有效，药也嘛就有救啊。保持老禅师，伊会讲，伊的医术是比义医搁较牛，伊是国宝级的人才啊。咱玉瑶的目睭确实会好，啊，你都莫搁怪人讲啊啦。安尼啊，我根本都无怪，是伊家己一个自责，讲要来辞职。其实讲，我嘛无答应伊啊。我听伊讲，因最近两个人心情真郁卒，姊妹啊拢在啉烧酒。伊虽然是你的部属，你应该都爱甲伊关心，安尼对恁定原则啊，嘛才有一个交代。我知影。赞赞，写了真好。我心如情，不能为人做牵当。这是一代军师诸葛孔明所讲的话啊。你哪会随便你啦？你是啥？我是啥？敢讲你已经袂记啊？美女醉酒心痴痴。原来你就是迄个糊涂仙。糊涂仙，恁姊妹啊，甲我号做糊涂仙。唉，枉费我心欲，做死天下第一，也毋过追求美女，煞输互萧大人。敢讲萧夫人以前是你介意的对象？是伊有眼光，嫁互阮二兄。今仔日毋只有法度做将军夫人，若是嫁互我，可能爱流浪江湖，袂宜过三顿，加过着艰苦日子。那安尼，你即摆来是要为萧大人效劳的？为萧大人效劳，哈哈哈哈！当今皇上留我就留袂掉啊！
何况是伊咧？要若无，你来永州是要创啥？游山玩水是借口，找到知己手牵手。人海茫茫，上过啦。哦，你来比较，啥？是我。小伟啊，阮两个拄伫遮哦，拢无听你咧讲话哦，一句都无听到。是啊，拄到位。二兄，咱会讲讲拢共款。较早咱做伙教伊阿妹，即摆咱都同齐教伊这位美丽女将军啊。恩爱夫妻有情人，无比无爱定终身。三人同心土变金，爱是甘露消怨恨。翁某本是小欠债，互相体面才称体。查甫也着爱顾家，毋通感情乱下。抓一粒线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酒后吐真言。感情世界有啥人证明？最后敢袂变魂烟？爱你这用心，不敢对你有欺骗。你对阮的爱，希望真正有缘。爱你这用心，无奈不敢有怨言。